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是12月初7，提摩太后书2章14节到18节，你着提醒大家，伫主的面前，命令因毋通为着言辞辩论，安尼做无利益，会互听的人受伤害。着尽力做，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，正确解说真理的道，着闪避粗俗无路用的话，因为这款代志会互人愈无敬虔。这款的话，会亲像毒枪断开。苏米奈甲菲利度嘛是这款人，因已经离开真理，讲国外的事已经过去，直到一寡人的信仰完全倒坏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伫遐爱伊提醒信徒，照着主的命令，毋通讲着这无利益的话，无伫遐来互相辩论，因为这个话会互听的人受到伤害。保罗爱提摩太甲信徒因，成做一个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，伫遐正确来解说真理的道，毋是伫迄个所在讲着粗俗无路用的话，因为讲这个话的人，哪显出因是无敬虔，因为安尼嘛容易互这个话亲像毒枪伫遐断开。所以保罗爱每一个人伫遐用敬虔的态度来讲下上帝心意的话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成做主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